今日要食啥？这来早午餐。听讲台南人有食过，拢讲最好食，啊，毋过拢知影是素食的，惊啊，先今仔带伊来食。哥哥，你食？那其实刚来的时候人蛮多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定位，不然很容易抓没有位置。菜单很唯美，虽然说旧旧的，可是每页都有照片，和现况蛮一致的了。阿星跟他讲，帕尼尼喝，还叫毛手冲欧蕾啊，就是饮品啊、披萨啦，啊炸物哎几点不要靠有，啊就这单点。哦，这个是帕尼尼，哇，里面馅超多，看起来超多，看起来很好吃。这是优格，还有胡麻酱，还有煎饺酱。洛梨帕尼尼，哇，看一下，很厉害，全包装，早晨还香在里。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吐司，听早餐店是阿成大家目前上满意的 break lunch， 人气最亮，这重点一定爱来。哦，看到有什么推荐的 break lunch， 他推荐给阿成。今天就到这，大家再见。